98年，98年啊，那是刚好有一次我们在那个张瑞典的家张氏佛塔那里在开会，政委会开会，开了一段一个翘首退休的翘首吴端真的，突然间怎么样有一些话要说，后来就是说有上人吴瑞华，他想要求道，那当然我是没有参与，不过对面看到那个苏衍坤，他是当下子理，因为他是有在练功夫，他多少有感应看得到，我们看他写的这些，他说在上门求道之前有6个人求道，为什么呢？他功德回向给那个上人，怕功德不够，所以一莲师献香跟老母禀告，求老母让上门求道。因为韩老主人是已经同意叫我们一莲师办了啊，那可以就是求老母慈悲，让他来求道，就是读表回向功德。刚好6个人求道嘛，功德回向给他，除了功德会以外，也帮他做点善功。那这时候苏衍坤就感到会昏昏沉沉，有那种感应。那当在烧表的回向功德给上人的时候，他整个人好像有一种压力很大，从脚一直到头有轻轻飘飘的感觉，好像整个人要飘起来了。这时候他看到外面还有一股那个气磁场就压进来，他说好像是一个人这样子，很多人压着他，好像天兵天将送那个上人来求道。求道的时候，他看到好像一个人形，就跟那个灵宝师也是替他求道的那个照相者，就合脸在一起。这讲得非常真切。以后有时间你碰到他，签稿子，这是在花生网证的啊。这个上人求道，这是阳表啊。那还有一个就是灵子求道的是怎么样？渊内灵子求道，或者在和美天佑宫。天佑宫不是有个李成道灵人师吗？